一個民間組織試圖通過法律途徑，強迫省府對安省遊樂宮開發計劃進行環境影響評估。不過法院駁回佢哋嘅申請。何家碧嘅報導。安省高等法院今日拒絕咗一個民間倡議組織 Ontario Place for All 遞交嘅司法審查申請，佢哋希望法院強制要求杜格福特省府對安省遊樂宮嘅開發計劃進行環境影響評估。省府已經批准俾一間奧地利公司喺安省遊樂宮興建一座室內水療中心同埋水上樂園，改建一個戶外嘅演出劇場，同時將安省科學館搬遷至安省遊樂宮。法官表示，駁回申請嘅原因係根據省府頒布嘅一項法案，該組織提出嘅申請冇可能成功。呢個法案叫做重建安省遊樂宮法案。喺去年11月，呢一個民間組織向法院提出申請之後冇耐通過。法案豁免咗安省基礎建設項目嘅環境影響評估要求，並且專門將安省遊樂宮列為不受安省遺產保護法嘅限制。Ontario Place for All 抨擊省府係為咗避免司法審查而專門通過咗呢一個法案，承諾將會繼續佢哋嘅法律挑戰。